3x 等於100%，咁我要計1%咯，1% 就係 x 咯。夠運啊！唔知。好難。好難。計到。好。點解搭短途巴士嘅人係最開心嘅？咩意思啊？英文啊？點解搭短途巴士？咩叫短途巴士？即係最短嘅，即係唔使搭到去總站嘅，下一個站就落車㗎啦。點解嗰人會係最開心嘅？因為快。因為快啊！點解搭短途巴士嘅人係最開心嘅？一搭一個站就落車㗎啦，點解佢會係最開心嘅？因為可以傳到。咩啊？冇嘢，因為快啲咯。哦，阿姐咧？係啊。因為平。好，開估。因為最快樂啊嘛。我咪話咯，你最快，因為爭咗個樂字，最快樂。咁係呢個要講啊，行路係點樣行？用腳咯，然後你會講話嗱，我哋首先第一步用腳，第二步要用腳踭，第三步你隻腳係的確冇用嘅，第四步你唔會用手嘅，第五步你要。上個禮拜有個比賽喎，比賽完之後咧，啲人咧淨係訪問冠軍拎咗冠軍嗰個人喎，就冇問亞軍同季軍喎，點解？阿姐，你聽唔聽得明？你講多次。上個禮拜有個比賽完之後咧，啲人咧就淨係問個冠軍咯，但係就唔問亞軍同季軍咯，點解咧？因為第一名係最勁咯，然後第二、第三名唔係最勁咯。因為人頭到尾得一個。得一個比賽。得一個比賽，都唔係。係因為就係個比賽，淨係得一個人。因為就係個比賽，淨係得一個人。三個人，一個尾二，一個爆尾，所以就問佢個啦。係咁樣。好，開估。答案係使鬼問阿貴咩？亞軍同季軍。咁即係話，咁即係話，咁即係因為第一名嘅嗰個仔。